等等，呢個人又想搞乜？最近全世界科技界同金融界又一齊震動，因為 Elon Musk 嘅 SpaceX 傳出準備上市，隨時創下歷史紀錄。但我覺得最瘋狂嘅根本唔係夠錢，而係你試下停一停，認真諗下，呢個人到底同時將自己人生壓咗喺幾多個極端嘅賭局入面？電動車、火箭、AI、腦機界面、社交平台、衛星網絡，正常人做好一樣已經要燒香拜佛，但點解偏偏全部都發生喺同一個人身上？佢到底係天才定係一個瘋子？為咗知道答案，有一個專門研究改變世界人物嘅作者，花咗接近2年時間貼身跟住 Elon Musk。今日我想同你一齊拆開一個問題：點解世界上偏偏會出現 Elon Musk 呢種人？而今日介紹嘅呢本書 Elon Musk 其實唔係一本普通成功學，佢更加似一部長達600幾頁嘅人物紀錄片。寫呢本書嘅人叫 Walter Isaacson。如果你未聽過佢個名，唔緊要，但你大機會聽過佢研究過嘅人物。佢寫過 Steve Jobs、Albert Einstein、Leonardo da Vinci 同埋 Benjamin Franklin， 而佢幾乎每次出手都會成為全球讀者熱烈討論嘅作品。你會發現一個好有趣嘅共同點，佢研究嘅唔係普通成功人士，而係一班改變咗時代嘅人。所以某程度上，我覺得 Walter Isaacson 好似一個專門研究天才嘅紀錄片導演。但真正令呢本書有價值嘅地方，其實唔止因為佢出名，更加係因為佢點樣去寫。好多人寫人物傳記，可能係坐喺屋企收集資料、睇新聞、睇訪問，再整理出一本書。但 Isaacson 唔係，為咗寫 Elon Musk， 佢花咗接近2年時間跟住佢。佢去工廠、去會議，觀察佢點樣工作，訪問佢嘅家人、朋友、員工，甚至訪問反對佢嘅人。所以你睇到嘅唔係 Elon Musk 自己覺得自己係點樣，而係身邊所有人眼中嘅 Elon Musk。而我覺得呢個先係本書最有意思嘅地方，因為佢冇將 Elon Musk 寫成神。佢唔係話努力然後成功，反而佢一路問成功到底要付出乜代價。第一部分，童年與性格形成。有時候驅動一個人最強嘅力量唔係夢想，而係傷口。如果要理解 Elon Musk 點解會變成今日咁樣，我覺得最重要嘅一點唔係先睇佢有幾成功，而係睇佢細個經歷過啲乜。Elon Musk 喺南非長大，而書入面講到佢童年其實唔算輕鬆，同家庭、同父親，甚至同校園欺凌之間都有好深嘅影響。例如佢同父親嘅關係一直都幾複雜。書入面提到，父親有時會對佢好嚴厲，甚至會用一啲好傷人嘅方式去批評佢。Elon曾經喺訪談中形容父親係一個 terrible human being， 可怕嘅人，以及 manipulative， 操控性極強嘅人。另一方面喺學校入面，Elon 因為比較內向，成日沉迷睇書，對科學同電腦特別着迷，所以同身邊同學有啲格格不入，亦因為咁曾經遇過幾嚴重嘅校園欺凌。當一個人成長過程入面長期面對否定、壓力，甚至覺得自己隨時會被攻擊，好多時候都會慢慢建立一種保護自己嘅方式。好多人成長過程遇到壓力，可能會慢慢學識保護自己而迎合大家，但有啲人會將嗰種感覺變成推動力，而作者覺得 Elon 好似就係後者。書入面一路會見到 Elon 好勝，唔想輸，而且好似特別抗拒示弱。你會感覺到佢唔係一個好容易滿足嘅人，就算完成一件事，佢都唔會停落嚟享受，因為好似永遠都有下一場戰鬥等緊佢。所以後來無論係 Tesla 定 SpaceX， 你都會見到佢成日將事情推到極限，唔係因為夠就得，而係對佢嚟講好似永遠都冇夠，令人感覺佢唔係天生就想做世界首富，佢更似係一個由創傷推動到極致嘅人。第二部分，創業起點，點樣由程式員變成創業者。去到呢一部分， Elon Musk 開始由一個中意寫程式、中意睇科幻小說嘅年輕人，慢慢變成一個創業者。有啲人慢慢等機會，有啲人直接將自己人生壓落去。佢第一間比較成功嘅公司叫 Zip2，而有趣嘅地方係當時嘅 Elon Musk 根本唔似今日咁有錢。書入面提到創業初期
佢同細佬租咗一間細辦公室，為咗節省開支，甚至有時直接瞓喺辦公室入面，去青年服務中心 YMCA 沖涼，然後再繼續工作。而佢哋當時做嘅其實係幫報紙公司建立網上地圖同商業目錄。今日聽落可能好普通，但你要記住，呢件事係發生喺90年代中期。嗰陣時，好多人連互聯網會變成乜樣都未完全明白。但伊朗已經開始賭一件事，未來所有嘢都會搬上網。之後接二被收購，伊朗賺到人生第一桶比較大嘅金。而大部分人去到呢一步，可能會覺得終於成功，可以休息下。但伊朗冇，相反，佢做咗一個之後不停重複嘅決定，將自己大部分資金再押落下一場更大嘅賭局。於是佢創立咗 X.com。當時佢想做嘅其實係一個網上金融平台，而之後經過合併同發展，就慢慢演變成今日大家熟悉嘅 PayPal。而去到呢度，你會開始見到 Elon Musk 做事嘅風格。佢做決定好快，好直接，亦唔怕推翻之前方向。如果佢覺得有更好方法，佢可以即刻轉。但同時間問題亦開始出現，因為當一個人推得太快，要求太高，團隊未必人人都跟得上。甚至去到 X.com 時期，管理衝突開始變得好明顯。當時伊朗堅持一啲技術方向同產品決定，但公司內部有人唔同意，認為佢推得太急、太強勢。結果最戲劇性嘅事情發生咗。伊朗去澳洲度蜜月期間，公司董事會直接撤換咗佢 CEO 身份。如果係一般人，去到呢一步可能會覺得死啦，我連自己公司都保唔住。但 Elon Musk 嘅故事有趣嘅地方就係，好多人成功係因為一路贏，但佢好多時候係輸完之後再壓更大嘅注，因為之後發生嘅事情你同我都知道。Tesla、SpaceX， 甚至後來 AI、衛星網絡同更多更瘋狂嘅計劃，佢唔係一步一步慢慢升上去，而係好早已經開始用極大膽嘅方式壓住自己。第三部分 Tesla、SpaceX 真正成名嘅階段。有啲人成功係因為識得避開風險，但 Elon Musk 成功好似係因為佢專登走入風暴中心。去到呢度，Elon Musk 開始做咗兩件係當時好多人覺得近乎瘋狂嘅事。第一，做電動車；第二，做火箭。今日聽落好似好正常，因為 Tesla 同 SpaceX 已經成為世界級公司。但如果將時間拉去20年前，其實情況完全唔一樣。嗰陣時，大部分人覺得電動車又慢又貴又唔實用，而私人公司做火箭更加似科幻小說。好多投資者當時都覺得呢個人係咪玩嘢？但伊朗再一次做咗佢一直以嚟最中意做嘅事，將自己幾乎所有錢再壓落去。而書入面最精彩嘅地方係，作者冇直接跳去成功，相反佢花咗好多篇幅去寫失敗，因為中間其實幾乎崩潰過。SpaceX 早期火箭連續失敗，一次失敗，兩次失敗，三次失敗，每一次爆炸都等於大量資金燒咗落天。而 Tesla 嗰邊亦唔輕鬆，技術問題、生產問題、資金問題、團隊內部壓力幾乎全部同時間出現，甚至去到2008年，書入面形容伊朗接近冇錢，兩間公司都有機會同時倒閉。而呢度開始，你會見到 Elon Musk 最強亦都最可怕嘅地方。佢好敢做長線賭注，佢可以接受極高風險，而且佢對工程細節嘅控制程度有時近乎瘋狂。如果佢覺得一個零件太貴，就會問點解要咁設計；如果一個流程太慢，就會直接要求重做。佢唔係淨係睇大方向，佢甚至會落去睇好細嘅技術細節。但同時間，問題亦越嚟越明顯，因為當一個人要求極高，推進速度極快，而且唔接受差唔多，身邊嘅人通常會承受巨大壓力。書入面亦提到，伊朗情緒可以好強烈，要求亦可以去到近乎苛刻。有時候團隊覺得已經做到極限，但佢會不留情面再問點解唔可以再快。有時候團隊覺得已經保住條命，做到極限，但 Elon 會直接進入書入面所講嘅惡魔模式 （Demon Mode）。佢對眼會變冷，不留情面咁問點解唔可以再快，做唔到就即刻走。嗰種極端嘅壓迫感，連隔住屏幕嘅讀者都感覺到窒息。所以去到呢度
你會睇到 Tesla 同 SpaceX 嘅成功唔係因為佢溫柔，而係因為佢極端。但極端本身亦係代價。有時成就同破壞力可能嚟自同一個地方，但去到 Tesla 同 SpaceX 開始成功之後，故事其實開始變咗。Elon Musk 已經唔再只係一個創業者，而係慢慢變成一個可以影響世界嘅人物。第四部分，從企業家變成爭議人物。有啲人建立公司，有啲人開始影響成個世界點樣運作。如果前半本書講嘅係 Elon Musk 點樣建立公司，咁後半本書開始講嘅其實係另一樣更加大嘅嘢——影響力。因為去到呢個階段，Elon 已經唔再只係做 Tesla 同 SpaceX， 之後你會見到 OpenAI、Neuralink、Boring Company、Twitter、XAI 等等。但有趣嘅地方係，呢啲已經唔再係單純商業故事，因為如果你細心睇，你會發現佢做嘅每一樣嘢，其實都開始接觸一啲更大嘅問題。AI 關乎未來科技同人類發展，Neuralink 關乎人同科技之間嘅界線，Twitter 關乎資訊、言論自由同公共討論，而 SpaceX 嘅 Starlink 甚至開始同國際政治同戰爭有關。去到呢度，Elon 已經唔再只係一個整產品嘅人，因為當你控制嘅唔只係車、火箭或者軟件，而係資訊流動、通訊方式，甚至影響人點樣接收世界，你個角色就開始改變。而書入面亦開始出現一個好有趣嘅現象：Elon 越成功，爭議就越大。以前人哋可能只係問 Tesla 可唔可以成功，但後來問題開始變成 Elon Musk 應唔應該擁有咁大影響力？因為去到後期，你開始發現大家已經唔再只係討論佢嘅產品，大家開始討論嘅係佢嘅聲音。例如近年佢越來越多參與政治同公共議題，同唔同政治人物有合作、支持、分歧，甚至公開衝突。另一樣更加誇張嘅係，有時候佢只係喺社交媒體講一句說話，出一個 post， 市場都會立即有反應。以前可能係公司影響股票，但去到某個程度，好似變成一個人嘅說話都開始影響市場情緒。Tesla、加密貨幣，甚至其他科技公司都曾經因為Elon嘅言論而出現好大波動。因為當一個人越嚟越成功，大家開始唔止關心佢做緊乜，而係開始關心佢點樣思考，佢相信乜，甚至佢想將世界帶去邊。而我覺得呢個亦係本書後半段開始變重嘅原因，因為到最後你已經唔再睇緊一個創業故事，你開始睇緊一個人得到巨大力量之後會發生乜事。能力越大，影響越大，而影響越大，爭議通常都會越大。第五部分，本書真正想講嘅核心。到最後，我覺得呢本書唔係講 Elon Musk 有幾成功，而係講成功究竟要付出幾大代價。睇到後面，我開始覺得呢本書其實唔係一本教你點樣賺錢嘅書，因為如果只係講賺錢，佢其實可以用幾十頁就講完。但作者真正想問嘅問題可能更加深。究竟一個人要做到改變世界，要變成一個點樣嘅人？而我覺得成個故事可以濃縮成3個字。第一個字，速度。Elon Musk 好重視速度，佢唔中意慢慢討論、慢慢計劃，佢寧願快速試錯，再一路修改。對佢嚟講，如果一件事做錯可以改，但如果太慢，可能機會已經冇咗。所以你會見到，無論 Tesla 定 SpaceX，佢都成日推團隊，快啲，再快啲，仲可以再快啲。第二個字，極端。Elon Musk 好多成功，其實都來自極端。極端要求、極端投入、極端執行。因為如果你想做其他人覺得做唔到嘅事，有時真係需要用唔同方法。但問題係，極端唔止推動結果，極端同時都可能傷人，包括身邊人，甚至自己。第三個字，代價。我覺得呢個先係全書最重要嘅字，因為呢本書一路都提醒你，成功唔係免費，天才同破壞力有時可能係同一枚硬幣嘅兩面。你見到佢創造咗好多嘢，但你同時都見到壓力、衝突、孤獨，甚至家庭同人際關係上嘅複雜性。書入面其實亦提到，Elon喺感情、婚姻同家庭關係上都經歷過唔少起伏，而去到近年，
Elon Musk 同其中一位子女之間嘅關係亦曾經受到好多公開討論，雙方後來變得越嚟越疏離，甚至唔再希望維持關係。不過喺呢件事上，我唔係想討論邊個啱邊個錯，因為家庭關係本身已經係一件好複雜嘅事情，反而令我開始諗，有時你會感覺到 Elon Musk 好似將好多精力放咗喺改變世界上，但對於維持親密關係，反而冇一條清晰公式。呢度唔係想批評佢，而係令我開始諗一個問題：如果一個人將大部分時間、專注力同能量都壓落去改變世界，咁剩低嘅部分又仲可以留幾多俾身邊嘅人？而我覺得呢個亦係本書一路反覆出現嘅問題，因為你開始發現成功唔只有收穫，有時候亦會有交換同犧牲。去到最後，我覺得呢本書最震撼嘅地方，唔係話你知 Elon Musk 有幾強大，而係佢將一個活生生、布滿傷口，甚至有啲扭曲嘅靈魂，赤裸裸咁擺喺你面前。作者 Walter Isaacson 冇將佢寫成神，佢俾你睇到最耀眼嘅光芒，顛覆世界嘅創造力，瘋狂嘅執行力，但同時佢亦逼你望向最深嘅陰暗面，窒息嘅工作環境，破碎嘅家庭關係，同埋近乎病態嘅偏執。睇完呢本書，你未必會更加崇拜 Elon Musk， 甚至可能更討厭佢嘅冷酷，但你會明白一件事：呢個世界從來都冇完美嘅救世主，想擁有神一樣嘅力量，往往就要先獻祭自己作為人嘅嗰部分。影片結束之前，我想留低一個問題俾你：如果俾你選擇，你願唔願意用身邊所有珍貴嘅平凡去換一次寫入人類歷史教科書嘅機會？歡迎喺下面留言話我知你嘅答案，我哋下期再見。